妇权团体妇女新知基金会成立婚姻家庭法律咨询专线，今年满30年啊。基金会分析最近10年的资料，发现访问上多是离缘、囡仔监护权、和翁某财产分配问题。而且查甫人打电话来咨询的量，当年是增加超过1成。斗阵设计能够庆祝为实践女性帮助女性的理念，妇权团体妇女新知基金会30年进前成立婚姻家庭法律咨询专线，提供需要帮助的人婚姻问题咨询服务。真侪志工服务的资料拢超过20年。我觉得从新知给我们的教育，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回馈或是服务的工作。我自己都不认为说我们是在奉献，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学习。基金会他们可以从这些个案中知道说，现在还有哪里是需要修法的，哪里还有在现在社会妇女的还有哪些困境是需要帮助的。妇女新知分析将近10年3万多通的电话资料，将近870女性、男性来电话量增加，也有1成2。年岁顶悬31岁到40岁打电话来上济，31岁到50岁是占6成。新闻前3名的问题分别是离婚、囡仔监护、财产的分配等。热线在咨询的时候，他们都会问说：“裁判离婚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要怎么判决离婚？”但是其实最近比较常见，他们会去问协议离婚是要如何协议，然后他们调解离婚要如何调解。希望大家好聚好散，不要去讨论到底谁对谁错，但是重点是在于离婚的效果。子女的监护权、探视权，然后还有所谓剩余财产的分配。因为问的内容往往反映婚姻当中做陪难解的所在。30年来，妇女新知用这资料分析参考，推动民法等的修法，亲像监护权、用囡仔上好的利益为主等。目前在研究放领赡养费请求的条件，甲分居制度修法，希望透过修法立法达到男女平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